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台南的祖镇是台湾化石的重要城镇，当地菜寮溪捌来画出着3000多年前祖镇人的文化。月世界恶地地形更加是珍贵的地理教材，但是这自然资源煞颠倒来束缚着地方的发展。第一，这个产业要来转型真困难；第二，人口老化外流。 这拢互祖镇将做2050年特别无去的134个乡镇之一。祖镇要安怎串联在地资源，重振产业的阳光？创新团队加入了后，一来翻选着凋零的老街，二来打造多元的生活空间，是不是会当互祖镇挽回着险恶的局势呢？做伙来看。 少年人出去外口行条路，就拢无转来，剩3、4千人，佫拢老人。这些房子逐一倒塌了，不知道说原来还有左镇老街。那这个故事就在下一代的生命里面就消失掉了。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发展，创造左镇未来的可能。 菜寮溪水流声流传过台南祖镇的地面，清溪的水面下蕴藏着100万年以前的海陆花石，点点啊守护生命起源的秘密。我们现在这边是要去哪里？这菜寮溪啊，左镇母亲河。台南祖镇以出土化石出名，毋但有3000年前祖镇人的文化，慢慢挖出经过台湾海峡的早版西牛的化石。 地点就伫眼前这条菜寮溪。华视新闻杂志采访团队换遐讲，对在地文史工作者黄明雄实地去体验化石的采金。小时候我们生活在菜寮溪边的小朋友，大人做大人的事，然后大哥哥大姐姐就是带着我们游泳啊、玩啊、捡化石啊。 日治时期，祖镇因为开路乌沙石啊，才意外互化石出土。透过在地体验，游客时常有惊喜的发现。这里比较多这种。对啊，这个就是血蚶呢，会蚶。看得出来，这样大概有多久吗？几万年了。这个不是人吃的啦，这个是它浮上来以后死在这里的。俄尔卡是最多的，你要怎么弄？泼水。 对，泼一泼，它化石就会有的时候之后它就跳出来了。像找化石的人哈，一整天哦才找到1、2颗哦。位在台南左镇菜寮溪的菜寮段，因为经过地形抬升，拥有丰富的海上跟陆上化石痕迹。像这样子颜色深色的石头，都有机会可能是化石。真的，这块就是啦。这2个可能是同一块的。哎呦，好厉害哦！它一边平滑，那一边你看哦，它这个是有那个就是骨骼的，对，痕迹。因为不开发，所以说它保持的比较原始。我们是希望把这些旅行活动带给想要做这些体验的人。菜寮溪有丰富的化石，是祖镇的宝贝，也过无多挽救当地人口凋零的绝境。 对镜头，阮深入祖镇的山区，这个和白沃土砍掉的所在，说明着祖镇发展的困境。白沃土盐分悬，未甘水，盐过伫祖镇的农产四界拢是，无多种作物成为祖镇农业的致命伤。50年前，这是土山的重要产地，随着农民愈来愈老。 需要劳动力的果子园强要拢消失去啊，代替是适合伫山园生长的果玉金，也就是粉钱。粉拄了定定的，啊，你即摆来套嘟嘟的，来就这样采收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它就会慢慢的长大，那个果玉金是较真工啊，啊，山也是较长工。 今年68岁赖老先生是祖镇公馆社区的居民，伊伫田园孤单的背影，因果是祖镇的缩影。当地被划设为水质资源以及的敏感区，袂使去工厂，只能从事传统的农业。
注定对面着产业转型的趋势，无多青壮年的人期待未来。那你自己有小孩吗？有啊，他们都留在这里工作吗？没有，他们没有想过说要留下来在佐证？没。为什么？工作不好找啊，那留下来哦，嘛无做一趟做啊。这一大片葛玉金田是台南左镇特有的2地作物，才刚种下2个多月的葛玉金，高度大概只到膝盖左右，目前还只是幼苗。不过经过1年之后才是它的采收季，经过洗粉就可以做成大家熟悉的粉薯粉。刚好有1年，102年的时候有一个毒淀粉事件，就是大家都不敢买市面的那个太白粉啊，或是那个地瓜粉之类的。很多消费者就问说：“哎，你们那边有没有在卖什么粉可以勾芡的？”那我说有，我们有粉薯粉。知道之后就都会来买这种葛玉金粉。葛玉金也就是粉质，做出来粉质粉是做成传统生活食食，除了牵羹泡茶，研究出来面口感正 Q， 这项特产变成社区改变的希望。我们就在找适合的产业，可是我们就觉得找不到，为什么？因为都没有特色。我们比不过人家玉井的芒果有声望嘛？那香蕉、岐山、芭乐、燕草，我们好像都有很好的这些作物，可是好像量都不多。金门色鸡卵汁甲咸香的树枝啊做伙煎，片起来真香。日常饭堆食食，化身恶地风味餐，打出观光转型的第一步。泥岩2地它其实含水不多，对于需要水的这些作物可能不容易发展。耕作的作物面积不大，会面临我1年的生计要怎么办？考验着在地的这些农民，要如何在这片2地上面去做一个特殊的产业，所以才会发展葛玉金。味道顶的菜，互人看甲强要流嘴烂。公馆社区对农特产充满信心，却是面临市场残酷的考验。疫情之下，1个月敢若5组团契订单，提振经济之路前途茫茫。2地的这些产业其实是很有特色，就像我们的葛玉金一样，大家还不是很熟悉葛玉金是什么。我们就是不断的去做行销这一个产业的话，我觉得很有发展潜力的。有遇到一些瓶颈啦，比如说可能我们的资金不足啊，或者是说消费者在哪里，包括我们的产业行销这个部分。这应该是闹热的指定公认国小，却因为少子化人口外流，2006年废校，敢若留空空的运动场甲教室。1970年代，指定的人口数捌超过1万人，后来1年比1年较少。2021年，敢若剩4000多人，50岁以上的人口占1半以上，超高龄化的现象，竟然被封为极限的自浪。我们这边老化人口非常严重，被人家称为极限村落嘛。年轻人他其实不愿留在这个地方。菜鸟都你去烦恼，唔可你安怎煮才去煮安尼啊？哦，啊，拢老人要食哈。这几条街里面最热闹是哪一条啊？这一条最热闹啊。最热闹是这里有几家店啊？这里呢？哦，每一家都很热闹啊。那我们走进只有这一条街啊，那时的时空背景啊，哈，南化。他们的农产品，他们没有青果市场嘛，跑过来这里，左村在卖啊。 78岁林英昭里长记忆内面细汉的时，老家充满活力，街尾菜市啊，更加是人叉叉叉。你说以前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方，为什么？对啊，对啊，菜市场啊。啊，现在嘞？现在都没有啊。这家店有几年的历史啊？有超过60、70年了。70年了，70。基本上，民国差不多40、50年时候，那是最多人的。钱跟现在差很多吗？差很多啊。差很多了啦。嗯，就卖肉的，猪肉了。哦，现在都没了。
日治时期，朱棣捌全力发展甘蔗糖的产业，同时为了集产甘蔗，搁开车头载货嘛载客。糖业落车了后，1973年车头废止，朱棣嘛结束了黄金时代。主要的致命伤啊，就是水源保护区啊管制啊，人在这里没办法求生啊，就往外跑了。无工厂，啊，个少年人一直搬出去，到今啊，剩3、4千人，啊，个拢老人。曾经繁华的左镇老街，如今不少老屋早已人去楼空，破败不堪。近年来，在地想要重振老街风华，第一步便是老屋翻新。大大做朱棣创新计划柯明勇，捌伫2010年一手重新提振新化老街。2018年底，台南朱棣被国家发展委员会选为全台湾地方创新的示范点，同时嘛被列为全台湾恐惊会消失的134个乡镇之一。经过三思了后，柯明勇才接这个无人要接的任务。以现实的观点来评估这条左镇老街，当时看到这些残破的一个街屋的一个状况，其实正常人来讲应该是不会想要投入。我后来就站在那个街口站了一段时间，那我就一直看着它，就会觉得说，它未来一个复原回来的那个美丽的情景，慢慢就在我眼前呈现了。那个心情就会有点像是一个医生，把人救活，让他健康是一个医生的使命的话，那他如果看到一个病人已经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了，他不可能不救他。我们当时的心情就是这样子。目前我们设定的这5栋房子的整件，主要能够串联山上水稻博物馆、左镇化石园区，一直到左镇老街，隔天又可以延伸到公馆社区，就是去看2寮日出。农村日益高龄化，产业转型受到限制，这是朱棣老街的困境，嘛是台湾乡镇老化的写照。柯明勇复制新化老街的经验，想透过老厝的翻新，改变朱棣的面貌。原本它是这边全部都是香蕉树，目前像左镇公馆社区，他们是目前已经试着将在地的这些特色农特产品结合当地的文化的底蕴，有它的相关的论述，所以它吃的是一种当地的文化跟生活的仪式感。住宿空间跟餐饮空间好了之后，让人们来知道说，哦，原来来这边左镇老街，它是这样的体验是非常有深度的。伫个拿督内，朱棣将为大的空间景观结合交通行的动线，串联做一领创意生活的产业梦，去满足整个台20线里面所产生的食衣住行娱乐，都能够扣合着生活产业延伸出去。有哪个年轻人适合做设计啊？哪些适合做生活体验开发等等，我相信这些可能性就会逐渐开展出来。50年来，居民看见朱棣的物换星移，起起落落，也不过唔捌放弃家乡发展的可能。即马要重振产业，嘛要挖苦因对朱棣的记忆加感情。初期是说希望让这些故事先引起大家的注意，让大家对这块土地有更多的想法、更多的做法，才会活络了。我们会期许就是将这样子一个历史空间的这样的纹理，把它保存下来，并且想办法把它的故事找回来。我们有我们的热忱，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发展未来的自己，创造左镇未来的可能。对，要给年轻人一个舞台跟机会啦。台南朱棣的人口严重的流失，街仔路看到的拢是老岁仔人的身影。50年来，当地和法规甲自然环境白条咧，到即马游玩亮未开。不过，小小的朱棣却有一群热情的梦想家，因已经准备好啊，希望会使抓到机会改变产业的败势，要拼将危机化为转机。安怎为家乡找到机会甲出路，嘛考验到台湾的年轻世代。